带咱爱读册，打开一本书就是打开一个丰富的世界。各位亲爱的带咱爱读册的朋友，您好。今天呢，我们介绍的一个特别的来宾，他是一位多元的艺术家。他既是一个在剪纸领域中让人喜爱的艺术家，他也是一个摄影师，更是一位纪录片的导演。那今天呢，就是要介绍的是大家喜欢的杨世义杨导演。你好，老师好。好。那我想呢，是我们在上集里头呢，跟你聊到了很多有关你生命的成长的经验，我们也聊到了很多的剪纸。那今天我们选这个地点，我觉得咖喱就哎哈呢，方圆美术馆。哎，你怎么看这个美术馆呢？我觉得一进来知道它其实以前是一个诊所，我还蛮讶异的哦，蛮讶异也蛮感动，就可以感觉到。好像那个医生有想要把生活的一种氛围分享给大家。对，你好像进来这里，你都还没有看病，至少你有一个好心情。我觉得这是让我觉得蛮棒的。说到这个医生黄清武呢，他本身是一个很特别的医生。那么在敖王地区呢，他做过的5届的乡长。然后呢，在我们那一代里头呢，其实这些的医生他有很多我觉得很了不起的故事，你知道吗？当时原来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问诊间，我们现在来的这个位置呢，它就是当时这个医生的一个花园。然后呢，这个方圆美术馆呢，它之所以会有现在这个规模，我想应该从一个很特别的企业家叫林正峰讲起。林正峰小时候家里其实生活很辛苦，妈妈在这里帮佣。小时候呢，来找妈妈的时候，那边的人跟他讲：“啊，你稍等一下哈，你妈妈两米的出来。”他其实并没有把这个地方完全看清楚。小小的孩子哈，还好囡仔就眼睛呢，去外口打拼，然后最后变成一个企业家。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也是因缘际会，打开了一个报纸，发现这个地方呢，竟然是要被卖走了。他就在想。啊，我细汉的时阵呢，也捌看过这个回横线这什么款，所以呢，他就走进来看了。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心情，他就觉得应该把这地方好好的留下来。还有包括留下了当时这个黄医师呢，他的许许多多的老古石的盆栽。我想对于林先生来讲，保留这样的花园，是保留他当时在童年中其实很好的一份的初心。那我为什么觉得他跟你很哈，你知道吗？因为我其实，在你的很多作品中会看到一种，我觉得会鼓励一个人初心的美丽，就像是奇美博物馆您替许文龙先生做的这个纪录片，这个纪录片拍起来很辛苦吧？对啊，花了1、2年的时间才完成。那你当时为什么要想要去完成这个纪录片？还有每个纪录片的本身，它应该有一个核心的主轴。你最想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其实我拍许文龙先生，因为拍摄而接触他，我被这个长辈最感动的，可能不是他手上拥有什么，或者是他的事业有多么的成就，而是他在工作成功之后呢，他还记得他7岁。因为他7岁就希望以后长大有机会可以盖一个博物馆，可是很多人会忘记自己的初心，不管你是成功失败，都可能会忘记初心。可是想不到他还是一直记得，然后在88岁左右的时候就盖出了现在的奇美博物馆。好，所以你看他跟黄清武医生非常像，然后呢，他也跟林正峰先生很像。黄清武先生当时从台大医学系毕业之后，想到等下敖王这些所在，来服务咱的乡亲呐哈。然后林正峰先生想，我细汉时阵都唔捌看过这间的金寿吼，也会很瓦水，伊就想讲加个玻璃有看，我觉得那个初心是真的很美丽的。对，所以你当时在掌握这个纪录片里头，你也用了很多许文龙的故事啊，然后来跟我们讲。那拍这个纪录片中，你自己感触最深或最感动的是什么呢？最感动的当然还是许先生，他没有忘记，他有一个初心可以80年不变。然后当我看到他走在博物馆，因为他退休后他也不会去他的集团啊，去他的办公室，他就是总是走来这个博物馆。对。然后我觉得我看的那个80、90岁的老先生。你看到他在博物馆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依然是那个80年前热爱博物馆的那个小男孩。对。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很感动。那我拍许先生这一支形象影片，有一部分也很希望，也让大家感觉到，如果我们社会每一个人把初心不变当成是一个成就，
来追求，那社会可能会很不一样。对。然后因为在我身上，在许文龙先生身上，我看到最大的成就大概就是一个初心，然后80年不变。那所以这个东西是每个人都有。对耶。你不一定是许文龙，你不一定有能力盖博物馆，可是你永远有你最珍贵的收藏，对，就是你的初心。对。你守着它，你不知道它会为你开出什么样的花朵，或者长成一个什么样的大树，然后又影响了什么样的事情。对啊，我记得我们很小的时候，我的母亲哈，在家里很贫困的时候，然后她就告诉我说：“你看那个天上哈，出来第一粒星，第一个星星，你就对它许愿。啊，你许愿之后呢，你一直走下去，到最后结果呢，你就可以如愿以偿。”我一直觉得那是一个妈妈很高明的骗局哎，可是妈妈却用这种心告诉你说，啊，那个弟弟行到尾就是你的。我记得那时候家里因为很贫困嘛，所以跟妈妈讲说，啊，我都要做博士，啊，要读大学。我妈妈就讲，咱这个家庭靠可怜哎。但是你知道吗？小时候妈妈告诉你的那种愿望会成真的那种信念，让你一直走下去之后。一闪一闪亮晶晶，终究还是可以照亮我们其实很好的生命。所以我觉得拍这样纪录片，告诉孩子是很好的，让孩子每个人守护生命中的愿望，一路走来，然后呢能够始终如一。那我觉得初心这个东西其实并不好掌握，但是在你的剪纸中可以看到。所以我记得你曾经呢做了台北的灯会，你也是用这样的初心，然后呢来分享给大家，对不对？今年的灯会，那今年那个作品，你可以跟我们稍微叙述形容一下。今年是鼠年嘛，对。然后新年是一年之初，对。那老鼠其实是一轮的开始，对。那我觉得哇，那这样的一个年，好适合来谈初心，对，就在一切都是最开始的时候。然后，所以我其实很希望大家来看到一个作品的时候，不是看到说阿贵的作品，对，而是看见在你自己身上一直拥有的美好跟力量，对。然后所以我就定了那一个灯节的那一个作品，就叫你的初心是最美的光。灯节1年1次而已啊，是啊。可是其实你守的初心，那你就是随时一直在闪亮，那应该是灯节里面最值得被点亮的一盏灯。了解。然后如果你守了初心，你随时闪亮。那走进社会，你就成为一道移动的光了。对，你所到之处都因你而不一样。对呀，我觉得你在做这个作品中，每次让我很感动是那个文案中告诉人的一种很正向的阳光的感觉。比如说我在那个台北灯节中看到你说，记得当时出发时的渴望，坚持的一种力量，初心就是最美的光，最值得点的一盏灯。对，那盏灯如果点在一年的开始上元节，我觉得可以让你1年365天永远记得这个愿望，然后照愿望就一路走下去，就是感觉很美。你就成为你自己的指引，对，就是不会有人会一直在我们身边，再好的朋友家人都不会随时在身边，可是你记得初心，你就会记得方向。对，然后你一个人的时候，你也知道你为了什么在努力，你当初又为了什么而出发，才不会被孤单或挫败给击败。对，我就很想要问一问那阿贵的初心是什么？我现在工作的初心就是给人幸福啊。对，就是我应征的同事或者是跟我工作的伙伴，我都跟他们说，不用揣测我要什么。对。就4个字，给人幸福。如果你做的东西，你想的东西不够给人幸福，那就直接砍掉就好了。对，就是这么单纯啊。就是因为我不是一个人长大，我不是一个人走到这里。我们这种没有希望的家庭的小孩，真的就是刚才老师有提到的，就是我也靠老师的帮忙啊，大学老师的支持啊。然后林焕明老师给我补助，我才有机会出国啊。对。那所以当你长大，你就会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长大了，那我们怎么走进这个对你有恩的社会？你怎么跟这个社会说一句谢谢你？对。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啊，不一定每个人都好，但我们不能因为不好的人而忘记对我们好的那个人嘛。那更重要的是自己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最后我就才会去想到用工作。然后来实践这件事情，因为工作是我们人一生最长时间的活动，对，所以我就想，那我们每一次的案子，除了赚钱养家，能不能为人设想，给人幸福？然后这样，我就同时也跟社会说一句谢谢你。其实这就是整个初衷。所以，其实你就是用幸福的一种能量去创造幸福的力量，用幸福的初心去创造幸福就对了。所以我觉得每一次很多人很喜欢跟着你剪纸，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觉得。
在减脂的过程中都会带出故事啊，对不对？所以好像减脂跟减脂的故事之中，你更重视的是故事，是不是？那也是说，如果这样的话，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减脂的过程中，或是教别人减脂的过程中，你自己有很多感人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吗？我其实因为我很知道，大家偶尔来上一堂减脂课，这个手艺对大家不是最重要的。对。那最重要都还是你自己的幸福嘛。是。那人的幸福要怎么发生呢？那人是由各种关系所组成的一种生活。对。所以关系好，你就会拥有幸福。所以我才会很希望每一次大家在动手做事之前，先停下来想一想，你要减给谁，想一个你要感谢的人，然后把这个心意变成祝福。对。那所以就会有很多故事发生，像可能就有一个女孩就是要剪一个作品，母亲节来减脂课，然后我以为她要剪给她妈妈，对，她就跟我说不是，我要剪给爸爸，因为妈妈已经在天上了，她还把妈妈剪在天上这样。然后她说妈妈离开之后，爸爸全心全力的撑起了整个家，所以她像妈妈一样，对，给我们无微不至的照顾。可是爸爸总是觉得对我们很愧疚，因为让我们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对，所以他剪这个作品就是要跟爸爸说，爸爸妈妈不在了，但你给的爱一直很足够，然后祝爸爸母亲节快乐。了解。对，那我就觉得你看你把这样的话带回去给你的家人在意的关系，也许爸爸就不要那么愧疚，对，那不要愧疚，就会多一点力量去创造更多的幸福。对。所以我每次减脂课结束，我都总是最期待去想象他们带着作品回去跟他想要说话的人表达心意。因为我觉得我每次参加你的减脂课，我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我都觉得我很感动，是因为你用减脂跟大家讲故事。我印象非常深刻，是我们有一年夏天在普贤院，那我们就是帮忙师父做的一个夏令营啊。然后当时呢，这个有一对的姐弟，是因为妈妈跟爸爸在车祸中同时不幸去世，然后就在孩子把爸爸妈妈给安葬完了以后，我们就邀请他来参加这个夏令营，也没有告诉您，也没有告诉大家，这个孩子曾经遇到这样的伤痛。然后那天的孩子捡的呢，就是什么？他捡的就是一张圆形的，然后就是4个家人。我印象很深很深哎，那是弟弟捡的。然后弟弟捡出来了以后呢，我们就问他为什么，他说他好怀念那个时候全家还坐在一起吃饭的感觉。然后姐姐呢捡的就是一棵树。那我就问姐姐为什么捡那个树？她说妈妈不在了，我要像一棵树一样照顾弟弟。所以其实那次让我真的很感动。我觉得就是一个减脂，它就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说真的，就是说我们就学就会了，或者是我们讲说更多的设计，我们都可以做到。可是我觉得借着减脂中去重新好像走一趟的生命的历程，对我们来讲，或是反省的历程，或是学会去感谢我，让我这倒是一个减脂之中其实蛮好的。对啊，其实也是利用这个减脂，让大家在说故事的时候，对，去听见自己的初心，对，你去记得自己为了什么在努力，对，因为我们大家都会疲累跟挫败，对，我们都会忘记当初出发的原因。那所以我反而很期待每个人在说故事的时候，去说出自己最在意的事情，或最在意的渴望。对，然后它成为你永远记得要去努力的一个方向，这样。对，所以也是扣在那个初心。所以您的那个减脂真的很像是一个心理医师的疗愈的过程，真的也像是培养一个我觉得人如何跟自己对话很好的。但是减脂是很奥妙，减脂是减掉对，一直减对，减到后来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嘛？但是我发现减法的人生中，他确实却得到的更多。所以我觉得您对减脂这个减法的人生，你怎么去诠释呀？减脂减法，其实这真的，我们的成长跟学习过程中都是加法教育，就是不断的囤积、累积这样子。可是可是那是没有上限、没有止境的，然后你就是在一种焦虑之中，因为不晓得什么时候才够，所以就一直抓到后来你可能拥有了很多，可是你却看不见你自己。对。但是如果减脂呢，他动手的时候想的不是我要拿到什么，而是我要拿掉什么。对。所以他会比较沉淀跟思考。是。对，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加法也很好，加法是吸纳嘛。
可是减法也需要，它就是沉淀。那加法跟减法一起结合起来过生活，它就会既丰富又清楚，才不会在很多的事物之中变成更混乱这样。可是因为我觉得一般人是这样，连我自己都是，我觉得还是要必须学习修行，就是我觉得加法我们很容易吸纳哈，大家觉得很自然。对。可是你要舍，这个断舍离确实是很大的困难。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每次呢，如果你给他一张纸让他捡的时候，他第一个会腾在那边，我应该从哪里捡起？我什么是不要的？所以反而减法对我们来讲，更是生命中其实更重要的抉择，对不对？那所以。记得方向就知道怎么选择，所以才为什么让大家在动手做事之前，先想一想你为了什么而做，你想要呈现什么，想要创造什么，是那一个方向在引导你做决定。所以到后来也没有加跟减的问题，而就只是做该做的事情。对。所以我在想呢，其实，在减脂中，你带着大家去探讨很多自己的心灵的故事，或是我觉得你不管是做背公的祝福啦，或是我们讲有闲来做，我一直在看你的作品中，就有一个很多对人的关怀、对自然关怀跟在地的关怀，所以我就会想到我们在台南呢，你做了一个很让我感动的，叫做大鱼的祝福。你当时会想到做这个大鱼的祝福，这是一个很大的巨构的，因为这个大鱼的祝福里面用了448片的釉烧玻璃，然后用了3714根的不锈钢来做鱼的背，然后呢用了634根的不锈钢来做那个台湾岛，围成了一个台湾岛上的一只鱼。那你呢？当时初心跟想法是什么？因为初心想法就是在于很想要让大家记得有一块岛屿，它承载着我们。对，故事是这样，就是古代的台湾地图是水平的嘛，是，然后你就看起来就很像台湾很像一只鱼，所以我就很好奇，如果台湾是一只鱼，它为什么不游走？它为什么要停在这里，让我们踩在它身上？对，那我想可能就是在汪洋大海中，它希望我们有立足之地、栖身之所，所以它就停下脚步哦，对，然后化身岛屿，承载在海洋上的我们。那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脚踏在它的背上，对，然后。但这是这一块岛屿对我们的疼爱，可是我们不一定知道，所以我就想要做一件作品，让大家知道我们在岛屿上的幸福。所以我就做了一个隐形的鲸鱼，然后台湾就是它的心，台湾就在那个鲸鱼的心里面嘛。了解。然后我们就住在台湾的心上，所以我们每个人是它的心肝宝贝。然后也很希望就是大家可以记得，我们可能从不同的地方来，但都有同一块岛屿对我们的疼爱。从不同的地方来，但可以为了同一个地方来努力，这样。我记得当时你还没有开始做之前，有一次你突然就问我们碰面，问我一句话说：“如果它是一只鱼，它可以游走，它为什么不游走呢？”我当时不想你要做这个，后来看到你这个大鱼的祝福的时候，我真的感觉真的很 surprise， 因为我觉得是啊，我们都有能力远走他乡，对，我们也都有很多能力呢。我们决绝的走了以后就不再回头。可是我觉得愿意留在土地上努力。那愿意在土地上去承载这些，一定有对土地上有很多的抓找、跟爱、跟很多的祝福。对啊，其实做这个作品也很希望你可以去想到身边有人愿意为了你先割下自己，为你停留的那一些人嘛。那你记得了他们，你会知道要感谢，你会知道要珍惜。那我相信人与人之间只要有感谢啊。我不一定能马上为你付出什么，可是因为我感谢你，我至少也不会伤害你啊。那所以有感谢就会有好的关系，好的关系，那社会就会变得更好。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的社会也是因为有这样子一个，好像是你觉得有人在爱你、支持你，或者说我们说等待你栖息这种力量，会让我们今天往前走的时候不怕荆棘，面对现在的时候你不怕失败。我记得你有一段话曾经这样讲说：“我每天都在失败，只是我没有停下脚步，即使没有人看见我，我持续往前走。”那就是一个我觉得很大的、很好的一种土地的力量了，对不对？也就是记得初心的重要的原因。对，然后大鱼刚才老师讲到那一个给人的这个鼓励，其实也是我很期待的，因为我就说不会有人随时在你身边，是你可能在自己的路上，你有时候可能会无力，可能会孤单，对。可是你知道这个岛屿的故事，有一只大鱼化身岛屿承载着你，对。你不管走在这个土地的什么地方，你都知道其实你不是一个人，你有一个陪伴，那份疼爱已经早就存在了，所以你就不会害怕很多的困难，也不会害怕很多的失败了，你就更有力量往前走，因为有人愿意承载你。那你现在在追寻你自己的目标，
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对啊，其实这样解释人与人的关系，会让我发现，其实生命中每个相遇，事实上都是很好的祝福跟温暖。我记得你好像在这一集中也要给我们介绍一本很特别，叫《烈日下的对决》。对，这本书很特别啊。这本书，哎呀，我知道您最喜欢看的《阿曼达车亚波伊》啊，哈，可是这个看完之后很感动耶。你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要介绍这一本《烈日下的对决》呢？因为其实里面的故事一开始就是你就会看到那个印第安酋长吧，来跟一个西部牛仔，一个拿刀，一个拿弓箭，准备要对决。是。然后他们你会感觉靠，等一下不晓得谁会死掉，很紧张，很担心。可是想不到他们对决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只鸭子。然后他们就停下来，可不可以先把这一只鸭子赶走再说了？对，然后或者出现了一只牛，或出现了一朵云，对，然后就整个化解那一个肃杀之气，然后大家突然停下来，对，然后最后既然开始有了交流的时光，对。然后我要讲的就是说，其实，在我们社会，其实有很多时候，不管是社会啦，或者是家庭，也常常会有许多的对峙跟对立的时刻，对。可是其实有时候那一些好像难以化解的事情，有时候可能只是因为这一些生活中美好的安排跟事物，它都一直在给你一个让心柔软下来，或者是让你的心再回到单纯的那个时刻的状态。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件事情，这个书里面让我觉得很感动的是这样，就是原来再大的冲突，可能都是生死交战了，都可以因为大自然的一点点元素的出现，然后突然被化解。然后大自然元素出现，人的单纯跟善良的那个心也回来了，大家竟然就可以开始坐在一起。这本书很有趣啊！你看这个画面，原来两个呢是各站在那个你一头我一头，可是因为我们讲说今天一个大雷公这头牛的搅局，结果发现，嘿，两个人站在同一边了。对啊，我觉得这个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我有站在同一个岸边，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很多东西才有商量的可能。这里面有一个很有趣，刚开始他们看那个云，你说那个云像什么？仙人掌。你说云像什么？像叉子。其实我看你的，我否决你，然后呢，你看你的，然后呢，我也被你否决。对。可当他们两个一起之后，发现，从这个角度上看，好像真的很像仙人掌的。所以这里面就变成一个很有趣的，我觉得一个很大的妥协了。而且这里他跳过来之后，有趣的是后面。因为这只牛就一直不走，对呀，然后他就一直抱着它，然后他们就一直等到了晚上，牛还是不走，所以他们就等到后来就在那边休息，这样开始烤起萤火。对，然后你会觉得其实我们给彼此一点时间，冷静也好，等待也好，其实可能你的想法也会开始不一样，关系也会不一样。对，我觉得这就是很有趣的一种安排。对，所以你看，从一个天黑呢，到一个我们讲说月亮升起了，那么我们会发现说，其实烈日的本身就代表一种很大的焦躁。人在烈日下的对决，等到夜晚的时候呢，其实一切都得以妥协了。也是因为这样的妥协，其实人与人的关系中，因为停顿，开始觉得进入一个很平和的，我觉得可以商量、可以共赏的一个很好的空间。这本书我想应该是很适合导演哈，因为它有很多镜头超级那种。我觉得用分镜的概念，对，所以绘本本身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想说今天呢，就是很有趣的呢，导演呢给我们介绍这本，其实很像是导演脚本的分镜表，值得我们所有朋友呢一起来看它一看。那我想呢，其实呢，看杨世业的本身哈，我们常讲阿贵呢，常常带给人其实很多的温暖。所以我记得他曾经有邀请了好几个小朋友，然后呢跟他们说，你们能不能写一些你们跟大自然的对话？然后呢那些小朋友呢，他们写下温馨而且疗愈的小语是这样讲的：伤心的时候，谢谢你在身边，你是我最宁静的安全感，你是我难过时最想来的地方，谢谢你用最美的片刻陪伴我们。谢谢你在我不开心时让我看到你美丽的花，希望生生世世都能与你相遇。孩子们跟大自然的谈话，事实上也是杨世义的哲学。杨世义觉得酸甜苦辣的人生仿如春夏秋冬四季，每走一段路，无论山高水低、烈焰照人或风霜雨雪，都是生命中必经的历程。只要用心去感受，用爱去体会，并能发现每一扇风景里都有动人的资产。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都要珍惜此生善意的相聚。
然后带着分享跟祝福，用相聚的力量创造美好的生活。我们祈愿每一段相聚的陪伴，让我们更有力量，用幸福来迎接幸福，让生命走得更有滋有味。今天真的很感谢我们这一位剪纸艺术家、导演，还有说故事的人阿贵来跟我们分享这个节目，然后希望您也喜欢他的剪纸哲学以及幸福哲学。谢谢阿贵，谢谢。风风花，树头飞，阮的心情对你走相找。风风花，烟拍拍，日日点点胭脂地走拖。春花红红插头丛，碰棍青青遐大丛。风来片片人乌蝶，浮城上水看一丛。